今日郵輪就停泊咗響意大利嘅 Livorno 呢個碼頭，我哋會喺度停2日。今日我哋就會去佛羅倫斯。我哋而家上火車啦。呢架車咧係冇任何嘅劃位嘅，咁啊自己中意坐邊就坐邊啦。2層啊，呢度仲有1層啊。幾層噶喎？係啊，有幾層嘅？呢個3層嘅呢個。犀利啊！3層火車。嚟到佛羅倫斯，我哋必遊嘅景點就係世界文化遺產嘅聖母百花大教堂。聖母百花大教堂係由3個唔同嘅建築物組合而成嘅，佢係一個教堂嘅建築群。佢包括咗大教堂、鐘樓同埋洗禮堂3個必看嘅景點。參觀大教堂嘅內部係唔需要俾錢嘅。但係如果你想上鐘樓或者去博物館呢，就要另外收費啦。其實聖母百花大教堂最靚嘅，反而就係佢嘅教堂嘅立面，佢係鑲嵌咗紅、白、綠3種顏色嘅大理石，色彩繽紛，呈現一種自然嘅和諧美感。雖然呢個百花大教堂呢係唔需要入場費嘅。但係呢，我哋都喺網上面預約咗入場嘅時間，嚟到呢，仍然係發覺嗰條隊，你睇下條隊係圍住個教堂一路排，我諗淨係排呢個隊入場呢，都要排成個鐘頭。比起我哋琴日去嘅羅馬聖母大教堂，呢個教堂嘅內部就比較樸實啲啦。教堂響1296年開始建造，直至到1347年嘅秋天，因為爆發黑死病而被迫中斷咗工程。直至到1367年嘅時候，全民投票想建造返一個穹頂，因為當時主教堂咧係冇頂嘅，逢落雨嘅時候咧，成個教堂就會濕晒。直至到1418年嘅時候，佛羅倫斯政府咧先至公開徵集可以設計同埋建造大圓頂嘅方案。建造呢個大圓頂一直都遇到技術嘅問題而無法興建，直至到天才金匠布魯內內斯基接受呢項重大嘅挑戰，教堂終於喺1436年先至可以完成啊！呢個圓頂係描繪咗最後審訊嘅。大教堂嘅原址係另一間教堂，你落去佢嘅地牢仍然可以參觀呢間大教堂嘅遺跡。主教堂正對住聖約翰洗者洗禮堂，呢道門就係被米高安哲羅稱為天堂之門嘅。門嘅浮雕雙板全部都係鍍咗金嘅，呢啲都係仿製品，佢嘅真跡已經移交咗去博物館，我哋一陣都會去睇下。啲人坦丁同埋好多文藝復興嘅領袖都係喺呢度受洗嘅。佢嘅圓頂而家都仍然喺度修復當中，佢本來嘅面貌係應該係咁嘅。而家就帶大家去睇下佢嘅博物館啦。
道門就係洗禮堂嘅南門真跡啦。而呢一度就係天堂之門嘅真跡，浮雕嘅圖案主要就係講述梅瑟五經嘅。參觀完聖母百花大教堂嘅博物館，我哋就繼續嘅行程就係會去烏菲茲美術館。烏菲茲美術館嘅興建係始於1560年，呢度一開始係市政司法機構嘅辦公室。Uffiz 響意大利文就係辦公室嘅意思啦。呢度係需要購票入場嘅，我哋就喺網上面預先訂購。呢度保存咗好多美第奇家族收藏嘅古雕像，同埋一啲頂級嘅繪畫藝術作品而聞名嘅，係歐洲最古老嘅博物館之一。美第奇家族響1737年絕變，末代嘅大公嘅姐姐將所有嘅藝術品捐出，響簽訂呢個藝術品遺產移交協定嘅時候，確立咗一啲硬性嘅條款，佢規定呢啲藝術品必須留喺佛羅倫斯而唔可以拎走嘅，而且必須為公眾服務。佢試圖傳達藝術遺產係一筆國家嘅財富，而唔係屬於統治者嘅財產。美第奇家族執政之後，平時都會喺呢度辦公嘅。後來佢哋買下對岸嘅碧提宮做住家，為咗往返住家同埋辦公室，佢哋就請咗御用嘅建築師喺呢個橋嘅上面打造咗一條阿薩里走廊。呢個設計係貫穿咗辦公室同埋碧提宮嘅封閉式走道，使到佢哋嘅家族嘅人來往嘅時候唔會受到外人嘅干擾，亦都唔會淋雨。原本呢度全部都係染坊啊、玉鋪啊同埋一啲工廠聚集嘅，嗰啲廢水排咗落去個河水度。美第奇家族覺得統治者每日經過嘅地方唔應該咁髒亂不堪嘅，後來就下令將呢啲店面淨係租俾啲珠寶金飾業，而且直至到而家。
參觀完我而家咧就揾咗間餐廳喺呢個舊橋，望到舊橋嘅風景，坐低飲咖啡同埋食個 lunch 先。我哋點咗茄汁八爪魚同埋意大利雲吞，兩個都非常之好味。好新鮮嘅八爪魚，好有咬口，好煙韌。佢哋加咗啲茄汁落去同啲香菇，好嘢味，好香。飽飽，我哋又去舊橋嗰度行咗一陣，買咗啲嘢。Luminis 呢個牌子係2004年誕生於阿西西呢個城市，亦都係聖方濟各嘅出生地。佢哋希望透過珠寶傳遞愛、團結同埋謙遜嘅意義。我揀咗佛羅倫斯嘅特別版佛羅倫斯百合嘅頸鏈。最後梗係要食埋去佛羅倫斯嘅 gelato， 就圓滿結束今日啦。我哋又食 gelato 啦，今次呢個呢係5蚊嘅啫，平好多。都幾鍾意佛羅倫斯呢個城市，如果下次有機會，我都會再嚟。聽日我哋就會去比薩啦，而家我哋就要返上船啦。鍾意我影片嘅朋友記得訂閱啦。撳埋個鐘仔就知我下次幾時出片啦，聽日見。